早是农历7月最后一日咯，昨暗宜兰的头城嘛办抢歌，有不少选手伫过程中发生意外，有人就质疑讲活动的安全措施无够，也毋过主办单位是强调讲因真有经验，无充分的准备，并无问题。另外，屏东东港的东龙宫嘛举办看水庄的仪式，要来超度水中的亡魂。 选手想要摒弃刷手骨落落来，下骹观众惊甲叫出来。暂停3档，宜兰头城抢歌则是暗时举行，刷意外连连。10几个选手落落来，阁有人落落来时阵弄着共队的选手。你是分队车拍戏哦？分推车当伫台面看到选手吊伫高跳刷，一直无振动，主办方急甲骂出来，过5分钟选手才互人救落来。虽然讲有防护措施，袂直接落落来，也是互人质疑救援系统有问题。希望讲因本身哦会当速度较紧一哦，因为爱讲，因为人我拢爱顾。要去怪消防队有点不合理，那应该要看大会以及可能我们的救援系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。那抢孤是宜兰很重要的一个盛事，我们也不希望总是这么危险。消防局解说是因为高坪结构的锁仔非常多，才会互分推车行动受到限制。云梯车是曲折跟直线是复合的云梯车，所以它在操作上需要更大的空间，而且它的速度没有办法像一般的吊车那么快，我们还要延伸脚架。 同款真有名的恒春抢歌，今年因为风台取消到头城举办，想要到刷出袂少状况。主办方指约可能是有人犯禁忌，但农历7月重要大事毋拿抢歌。屏东东港东龙宫嘛，伫最后一天举办真罕见的看水庄仪式。道长带领庙方人员做法事，用家家的血替竹仔边的水庄开光。相关仪式是希望水难的亡魂会使脱离苦海，嘛代表农历7月平安结束。记者宜兰屏东报道。